93清咗王啦，都冇乜嘢好講啦。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JM9LG 嘅 GPJM9 2025，又係我肥王啦。今站嚟到日本站，咁啊唔使我多講啦，93啊攞咗年度 champion 咧，就大家都應該知啦。咁啊各大媒體啊都大肆報導啦，講93嘅心路歷程 B 巴啦咁樣啦。冇錯啊，其實93今場係冇跑贏噶。今場嘅衝刺賽同埋正賽都係佢嘅隊友 Bernard 攞㗎，37分全取啊，就好似93過往嗰幾場咁啊。不過雖然 Bernard 攞咗37分，但係呢都唔夠93嘅光芒厲害啊！可以話 Ducati 一日有93喺度呢 Bernard 都係命中注定，只能夠做下而已啫。嗱，重新翻，雖然93攞咗 Champ 啫，咁咧但係都係冇咗 JM9LG Anti 93嘅精神㗎。咁亦都要重申翻一次 ，JM9LG 唔係469啊！呢個世界唔係469，就一定要係939㗎。咁 Anti 93啊，純粹唔中意佢壓下啫。咁啊，不過今年啊佢威啊，攞埋獎咁啊，以事論事啊，都要讚下嘅。咁今站呢，就嚟到日本站 Motegi 啊，肥王當年呢，都好似有去過呢個地方嘅，不過呢，就唔係賽季，咁所以呢，其實都想揾個機會去睇 MotoGP 啊。睇下下年有冇機會啦。睇嚟開始要揾金主爸爸啦。咁講翻星期六嘅衝刺賽啊，起步排位 Bernard 呢係終於翻嚟第一 Joan Mir 第二，93係第三，Acosta 第四，Wallo 第五，大師兄第六，Luca Marini 第七，細佬第八，Bezzecchi 第九，Alfer 第10啊。咁啊，主場嘅奧古拉呢係排第13，另外主場代班嘅中上呢係排第20嘅。咁今場有睇嘅你應該知道，一開波呢衝刺賽就已經發生意外啦。冇錯啊，就喺頭一隻彎，科希馬田就撞咗佢嘅隊友 Bezzecchi 出去啦。咁啊，馬田呢之後就發現有骨折啦，又可以翻去做文員仔啦。轉頭再講多少少，咁啊暫時呢仲係 Bernard 排第一啦 Joan Mir 排第二啊，Acosta 爬咗93頭上到嚟第三啊，咁啊93啊排第四啦，去到第二圈 Acosta 爬埋 Joan Mir 頭上到嚟第二添啊，咁第五呢就係大師兄，第六就係 Wallo 啊，咁跑咗幾圈呢，前面嘅 Bernard 已經係大幅咁樣大開咗，咁啊第三嘅 Joan Mir 呢都咬到前面 Acosta 好緊啊，而佢後面呢93都係咁吉住嘅。咁啊，車手積分榜排第二嘅細佬呢，暫時喺第9位。咁啊，嚟到第7圈啊，見到93嘅招牌 Block Pass 啦。嗱，講真呢下真係好狗啊，要 Anti 啦係嘛呢啲人。咁啊，去到第9圈呢，93啊過埋阿 Costa 上到嚟第2位啊。後面嘅細佬原來射咗一下爭啲炒啊，咁啊佢身後嘅奧古拉呢，就把握呢個機會上到嚟第9位啦，進入咗得分區啊，而細佬呢，就跌出咗得分區外面啊。咁啊，去到最後一圈咧 Jack Miller 終於頂唔住啊，炒咗車啊！咁啊，衝刺賽賽果啊 Bernard 攞翻第一啦。咁啊93第二啊 Costa 第三啊，第四係 Joan Mir 第師兄係第五，第六啊 Wallo，Luca Marini 第七 ，Alfer 第八，奧古拉第九啊。咁細佬啊第10，啱啱好喺積分區外面。咁啊講翻啱啱起步嘅意外啊，科希馬田嘅起步其實好靚啊，一嘢就進佔咗內線。咁啊，佢外面咧仲有 Eldiga 喺度嘅。咁啊，臨入彎呢，佢就收到架車係咁料啊！咁以佢呢個速度啊，基本上係入唔到彎啦。速度太過快啦，減速啦！嚟緊就冇空間俾你去減速噶啦。咁啊喺準備級4之際呢，就射咗落 Bezzecchi 度啊，就推咗 Bezzecchi 出街啦。咁咧亦都影響咗連仔 Sarko 同埋 Jack Miller 要一齊去避佢啊。咁科希馬田呢，就喺賽道嘅 Medical Centre 即刻做咗呢個檢查啦，咁啊發現右邊嘅鎖骨呢就有移位性嘅骨折啊，咁啊直升機送出醫院啊做 CT 啦，另外呢，右腳呢都有嚴重嘅挫傷，咁啊做完檢查呢，佢就同一日嘅晏晝呢即刻返到賽道啦，咁就影到呢，佢同 Bezzecchi 一齊入房嘅討論啊，咁啊討論好短時間啫，好快 Bezzecchi 呢就出咗嚟走咗啦。咁啊，睇嚟科希馬田其實應該都係想同佢嘅隊友道歉嘅，咁佢都唔想嘅。咁啊，科希馬田就會星期日啊飛返西班牙啦。咁啊，星期一呢就會喺巴塞度做手術啊。咁啊，睇嚟有排頭啦，做翻文員仔。嚟緊仲有5場比賽，懷疑佢都可能落唔到場。嚟到星期日正賽部分啊，大家最關心啊，梗係93能唔能夠提早稱王啦。咁呢個呢，就取決於93同佢細佬嘅差距有幾遠啦。咁啊，尋日炒咗車嘅科希馬田就冇落場啦，佢嘅隊友 Bezzecchi 就冇問題繼續上場嘅。
咁起步非常順利啦 ，Banner 係頭位啊，Costa 第二啊，93喺第三啊。咁 Walo 喺第四啊 ，Jamiya 第五啊，大師兄暫時係第六。咁 Walo喺第二圈呢，俾大師兄入攝之後呢，下一下動直咗架車啊。咁撩一撩呢，就俾後面爬咗頭啦，俾 Bezzecchi 同埋細佬爬咗頭啊。咁一嘢就跌咗第八啦。有冇人發現呢 Walo 每一次俾車攝到內彎呢，佢嘅反應同埋動作都係好大啊。咁我觀察咗好耐啊 ，Walo 都唔係第一次出現呢個情況啊，定係其實所有車手都係咁嘅呢？唔肯定。咁嚟到第五圈啊 ，Bezzecchi 嗰大師兄上到嚟第五啦，跟住仲過埋 Jamiya 上到嚟第四啊。嗱，之後嗰幾圈咧冇乜特別啦，一下子係要嚟到第11圈。咁啊93發動攻勢咧，終於過咗阿 Costa 上到嚟第二啊。咁啊第三係阿 Costa，第四 Jamiya 啦，第五係 Bezzecchi，第六啊大師兄啦。咁啊四架車黐到好緊嘅。咁啊去到第14圈 Jamiya 咧排埋阿 Costa 頭上到嚟第三啊。咁唔賣關子啦 ，Jamiya 今場咧有凳仔坐啊。咁啊，去到第15圈啊，排頭位嘅 Banana 呢架車突然間出白煙喎，睇到阿塔多士同埋 Gigi 啊，擰晒頭啊！咁啊，暫時呢，佢同第二嘅93呢係拉開咗大約4秒嘅優勢度啊！咁啊，同一圈啦 Bezzecchi 啊嗰阿 Costa 頭嚟到第四啊！咁啊 Costa 跌到第五啦，俾大師兄咬住啦。咁啊之後仲去到第17圈啊，俾大師兄爬埋頭啊。過咗呢兩個圈呢 Banana 同埋93嘅優勢呢，中間差距仍然保持喺4秒啊。睇嚟呢個噴白煙啊冇影響啊，嚇鬼死人咩？以為係爆光。咁啊去到第19圈呢，細佬啊撐啲喺終點線嘅大直路爬到阿 Costa 頭啊，不過佢好早就收車。睇翻原來唔係佢好早收車，係阿 Costa 太 late brake 啦，所以阿 Costa 一嘢就衝咗出沙地啊。到佢 rejoin 翻嘅時候已經跌到落第19位啦。咁啊前面排頭位嘅 Banner 繼續啊，車係出緊白煙啦。咁至於第二嘅93同埋第三嘅 Jamiya 咧，就一人揸住一個 track limit warning 啊！咁去到第20圈出咗黃旗，竟然係全村之希望嘅中上炒咗車啊，主場炒車陰公。咁啊之後幾圈都冇乜特別啦，只係 Yamaha 嘅 Jack Miller 甩鏈啦，唔意外啦，係咪大家？咁啊賽果出爐啦，冇人理嘅 Banner 就攞第一啦。咁93係第二 ，Jamiya 第三啊 ，Bezzecchi 第四，大師兄第五，細佬第六 ，Alfred 第七 ，Walo 第八 ，Sacco 第九 ，Eldiga 係第10嘅。咁啊，俾翻個光環 Banner 先啦。佢話今場終於唔係同架車搏鬥緊，而係真係揸緊車。咁啊，今場呢，其實 Banner 咧係橫掃呢個排位賽、衝刺賽同埋正賽嘅。咁啊，重新登上呢個頒獎台嘅頂啦。對上一次攞冠軍嘅正賽已經係季頭嘅美國站啦。正賽呢，由一開波就開始獨走啦。咁啊，今場呢，係佢生涯第31個勝利。不過呢，賽後佢就表示第15圈呢，佢嘅車出白煙，其實佢完全係唔知道嘅。佢只係發現去到後尾嗰幾個圈好似彎速慢咗啫。Banner 就表示啊，今場係今個賽季第一次覺得大師兄翻嚟啊。過去嘅大半年呢，非常之困難啊。雖然佢已經預計咗今年呢係93嘅世界啦，但係呢，其實佢都冇諗過自己今季會咁慘。佢希望呢，藉住今場表現呢，能夠嚟到93相同嘅水平啊，咁啊可以同93爭下啦。咁啊嚟緊幾條賽道，包括呢個印尼咧，都係杜卡迪咧有優勢嘅地方啊！睇嚟咧嚟緊幾場都係硬仗嚟。咁喺 Misano 嘅 test 之後咧 Banner 咧就覺得成架車翻晒嚟啊！咁啊包括咗迫力啊、胎啊、車身嘅動向啊，唔係淨係避震嘅，仲要踢埋個車胎、迫力、車身高度、車嘅前後平衡，呢樣夾下，嗰樣夾下咁。入彎嘅動態啊、轉向啦等等都翻晒嚟啊！咁啊，究竟有咩改動呢？原來喺 Misano 嘅 test 之後呢 Banner 嘅戰車就用咗舊嘅零件、新嘅裝置同埋新嘅引擎上場啊！咁啊，Banner 就表示啊，真係所有嘢翻晒嚟。咁啊，佢就話覺得仍然有機會以年度亞軍嚟圓季啊！咁啊，暫時佢又同第二嘅細佬爭緊66分啊，其實都有機會追嘅，不過要努力啲啦，因為細佬其實都唔弱㗎。你見到今季細佬嘅表現其實真係唔錯。咁啊，今場第二樣最緊要嘅嘢就係 Jamiya 終於有凳仔坐啦，係佢嚟咗 Honda 嘅呢幾年嚟第一次啊。咁啊 Jamiya 攞咗第三啦。咁啊賽後訪問佢又表示今場比賽呢，其實喺排位賽呢做得好好啊。衝刺賽其實都爭啲衝咗上頒獎台㗎啦，爭少少啫。咁啊正賽頭段都好積極咁樣養胎啦。去到後段呢，仲可以喺比賽部分逼住93，俾壓力佢啊！咁啊，攞呢一個頒獎台嘅第三呢，其實對 Honda 同埋對佢自己嚟講都非常之緊要。佢同 Honda 都好耐冇試過啊，
John Mir 就話佢好自豪可以同93一齊登上呢個頒獎台啊，喺今站。呢個頒獎台意義非常之重大，對 Honda 同埋對佢自己嚟講都係一支強心針啊。過去呢，其實都收到好多嚟自外界嘅批評啊，包括咗好多網上嘅聲音啦，匿喺個 keyboard 後面嘅戰士啦，咁啊難免會懷疑自己同埋覺得沮喪。之前喺比賽入邊咩都攞唔到呢，其實對心態都真係好大影響啊。不過 Honda 嘅進步呢，喺下半季賽季大家都有目共睹啊。咁啊 John Mir 表示佢都只係自己咁啱把握到啫，希望嚟緊呢都會好好嘅表現啊。咁啊，聽聽由93細佬73所講嘅93復出故事啦。細佬就形容觀眾呢只係睇到93復活嘅10% 嘅努力啫，其他有90%其實觀眾完全係睇唔到。冇人真正了解93為咗重奪世界冠軍付出咗啲乜嘢。呢條復出之路持續咗6年。2020年西班牙正賽嘅時候，右手啊重創。做咗4次嘅手術，期間呢仲因為2次嘅炒車而出現複視啊，即係睇嘢有重影。93呢當時都好懷疑自己啊，而事實上呢，Honda都冇乜競爭力。咁啊喺細佬嘅積極推動下呢，2024年93咪轉咗去 Gresini 同細佬同隊啦，成為咗93今日踏上世界舞台最關鍵嘅一步。細佬就話：從來冇懷疑過93復出咗之後會唔會再次強大起來啊，因為呢一個係必然會出現嘅結果。咁啊93喺今場提早攞咗世界冠軍之後呢，細佬又話自己都放低咗心頭大石啦，因為其實佢係最接近可以扳倒93嘅車手。咁啊而家毫無懸念啦，93係絕對值得呢個世界冠軍嘅頭銜啊。咁啊觀眾呢，只係睇到呢個復出嘅其中1成啫。仲有9成呢，大部分人都睇唔到，但係作為佢嘅細佬呢，就睇到一清二楚，知道93呢幾年嚟經歷過啲乜嘢。上年開始揸上杜卡迪呢件強大嘅工具，只要一切到位呢，佢認為93呢嚟緊都會創造無限嘅可能。咁之後呢，就讓我哋聽下呢一個 Jose Luis Martini 版本嘅93故事。咁呢位 Jose 呢，係2011年西班牙越野摩托車賽事嘅冠軍嚟嘅。咁2015年呢，佢開始放棄自己嘅職業生涯，專心呢為93呢做呢個越野電單車嘅訓練。咁啊講多少少點解要做越野電單車訓練啦？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呢，喺賽場上面呢，所有 MotoGP 嘅車手都有 trail braking 嘅技巧啊。咁呢個滑胎技巧呢，好多時呢車手都會透過呢個越野電單車呢嚟訓練同埋攞感覺嘅。咁啊過去10年呢，Jose呢就做呢個93嘅助理啦。咁佢又咁樣形容。冇人知道93為咗翻上嚟世界冠軍而喊咗幾多次。2020年嘅西班牙 GP 93係跌斷手，3年內做咗4次手術，翻賽場呢都只能夠有限制咁樣使用佢隻右手。嗰幾年可以話係93最黑暗嘅時刻啊。2022年嘅 Mandalika 93冇落場啊，因為啱啱所講啦，出現咗 double vision 啊。咁啊簡單啲嚟講啊，跌親個腦啦。咁啊93就同Jose講佢頂唔順啦，好想放棄。2022年6月喺美國做完第4次手術，93終於可以無痛咁轉動佢嘅右手。咁經過漫長嘅討論，決定同 Honda 分手啦。咁啊轉頭 Gresini 啊，咁希望加入 Ducati 嘅車係因為93呢好想消除自己疑慮，睇下自己仲係咪世界頂流。2023年華倫西亞嘅測試93嗰一刻終於就知道。佢一定要翻嚟。2024年93 confirm 會去杜卡迪組隊之後，93就定下咗要攞冠軍嘅呢個目標。最強版本嘅93喺最大壓力嘅時候出現，令到佢更加專注同更加有動力。Jose 表示佢就係知道93今年會攞到全場總冠軍。咁啊讚得93啊夠多啦，嚟緊呢都要講下其他車手嘅動向啊。Oliveira 咧嚟緊就會轉戰 SBK 啊，去賽 BMW 啦。咁啊賽咗1年 MotoGP 冇成績嘅 Chantra 泰籍車手啊，嚟緊都冇得留低啦。咁啊會轉戰 SBK 啦，都係 HRC 嘅。咁啊同 Moto2 嘅 Jake Dixon 呢就拍檔啦。Dixon with an X 有冇人有睇啊？咁啊今個星期呢，Yamaha 廠隊啊去台灣有呢個造勢大會啦。咁啊搞笑啦！話説有個台仔咧抽中獎咧，可以上台攞簽名啊！咁啊上到台咧就俾 Walo 發現咗佢嘅手機 wallpaper 咧就係93，佢右手仲有個93嘅刺青啊！
咁喺台上面嗰個時嗨其實都幾尷尬嘅，唉，尷尬咯。咁啊，下站呢就係印尼嘅 Mandalika 啦，倒數啊 MotoGP 完季啊，最後5場賽事。咁啊，嚟緊今個星期就係啦，冇錯冇得唞嘅。咁啊，正賽呢就喺今個星期日啊，10月5號晏晝3點鐘。今集 GP Jam9又嚟到呢度啦，中意我哋片嘅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撳埋個鐘仔，咁下次我哋有新片出呢，就會自動通知你啦。下次見，拜。